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请大家闭拜心来敬拜上帝。已经有做干净的，到遐济，亲像云为咱，就着放的逐号的重担，甲拜款期盼咱的罪，并昆仑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。着自身看耶稣，就是做神的源头甲正尾的。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，就无要紧凌辱，忍受十字架，打坐伫上帝宝座的大殿。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124首。请问你敢知？请问你敢知？太初道甲神同在，上主借伊造万物，并继续创新世界。伊独做工也无着，伊独应做主。圣诗第124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咱大家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诉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的第13页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人间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生命，咱主，伊对圣事投胎，对十字架来死，伫昆丢了的人来受苦，定是地死埋葬的因故。第三日对圣中倒活上天，打坐在人的上帝大殿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教会，圣道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倒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大家先开启经文第33篇，启文33篇伫圣诗后面的1057页，1057页。那显着咱大家三甲来交托上帝的话，上主啊，你有检察我、捌我。对真项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。我行路我好运，你嘛必看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
遐尼了，遐尼关心，超过我的了解。你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？走到倒位，我才会当多谢你。我若要对你伫遐，我若落阴间，你嘛伫遐。我若回到你厝里边，也是去到日落迄边。你若你手嘛牵手我，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。我若叫甲我扛起来。叫暗暝甲我遮早。对你来讲，黑暗无算是暗。暗时亲像日时遐尼长。对你来讲，黑暗甲光明拢同款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你的心思实在袂算计。我若要算，比海山较多。若算会了，嘛袂当透过你的奥妙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在我的心思。考验我，在我的意念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带我行永远的道路。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阮伫天lieu的爸，当每早起阮精神的时，阮的每一个喘气，拢是你的心者行伫我心上。当你暗时，阮结束阮规日的无闲，倒伫眠床顶要困的时，你早就照你的应允，陪伴阮当日的日子，互阮平安经过一日。你是慈悲仁爱信实的上帝，我袂学落你。只是当阮领受你丰盛的慈爱的时，阮却时常将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，时常注目看你行伫别人的脚趾，望你会当互阮甲别人有同款的分数。当阮求讨无感受到你回应的时，阮也喊我，上帝，你伫倒落？愿将阮家己所想业做上好，袂记得阮只不过是盘本，是受你创造的。你才是专意专能的主宰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妄阮，赦免阮的骄傲，赦免阮的嫉妒。求你帮助阮，改换阮歹的心思意念，互阮通时时刻刻尊你做大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伫跑走一段天路的过程当中，阮的信心真正无够了，总是爱目睭看见，手摸会得，阮才要承认你的存在。阮是遮尔爱软弱，求你帮助阮，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只凭信心来行，无凭所看。因为阮知，阮的大牧者会温柔引带。当阮只凭信心来活，就无惊吓孤单，因为你会伫遐。主啊，这日子以来，阮台湾受肺炎感染的人一直咧增加。阮也看到2岁的囡仔伫病毒的侵蚀当中，真紧就丧失因的生命。阮真正有感，求你的医治是落伫受感染的人，求你的安慰甲失去亲人的家族同在，求你的智慧彰显伫阮的政府官员身上，互因通做出合宜的决策。求你赐下平静的心，互第一线的防疫人员，互因伫突然发生紧急的情形时，犹原通安稳处理。即时，阮知阮实在无法度做啥物，总是阮将阮的恳求摆咧伫你面前，因为你应允阮，无论阮求啥物，求就要互阮得到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下面咱请圣法队来献诗。欢迎。
记号，记载了长久以来的托祷。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朋友，听一下流浪的家。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朋友，听一下流浪的家。别说世界没有真理，别说人生没有目标。如果没有，你就不会寻找；如果没有，你也不必逃。如果没有，你就不必脱逃。怀疑，是你眼里的一个记号，记载了长久以来的托祷。怀疑，是你眼里的一个记号，记载了长久以来的托祷。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朋友，听一下流浪的家。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朋友，听一下流浪的家。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朋友，听一下流浪的家。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。神爱世人。下面咱来恭受上帝的话。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书第20章第19节到31节，和合本伫新约的第159页，台语汉语本伫新约的131页，现代中文的本伫新约的第181页。那显着我来读。今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，已经暗。学生因为惊犹太人，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开门。耶稣到，徛伫中间，甲因讲：愿恁平安。伊便讲即个话，就用手甲夹的互因看。学生看见主就欢喜。耶稣阁甲因讲：愿恁平安。我找你，亲像地找我。伊便讲即个话，就
对因分配讲：恁受圣神，恁写啥物人的罪就写去，留啥物人的罪就留咧。有多马清水地图马的，是12个学生的一个。耶稣到的时，因无相甲伊咧。其余的学生就甲伊讲：阮遮个已经看见主啦。若是多马甲伊讲：我若无看见伊手中的钉的遮，无用我的指头仔探伊钉的遮，无用我的手探伊的血的，我绝断毋信。过第日，伊的学生搁再伫厝内，多马也伫地，门已经关。耶稣到，徛伫中央讲：愿恁平安。就甲多马讲：伸你的指头仔来，看我的手；伸你的手，探我的血的。互你做毋信的，就做信的。多马应讲：我的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！耶稣甲伊讲：你因为看见我才信，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气。耶稣伫学生的面前，阁有行侪侪神迹，无记伫即本册的。独独记遮个，互恁信，耶稣就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，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我。愿上帝的话记伫咱的心头。今日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必信吗？咱将以下时间交互牧师。咱同齐额头来祈祷。为我们死又复活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，来到你的面前，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你。主，我们要在这里，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用我们的耳朵，用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语，你的吩咐。即便我们的语言有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喜悦，你欢喜，你快乐，因为看见我们，也看见我们愿意在一起。我们要一起礼拜，恳求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爱与恩典，在这个家庭里面，你要我们去感受的，去享受的。这样子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为着林泉兄，我不会全部都用华语，但是我会掺杂一些华语，让他能够听得懂，而不是只是坐在这个地方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你敢有相信？你相信牧师听恁无？恁敢有相信牧师真正对心肝头内面听恁？恁敢有相信牧师足欢喜来到西欧教会，甲大家同齐服侍上帝？这个问题，当我伫问的时，有的人足较信点头，有的人头咧咧，毋敢回答，有的人伊的心可能袂平静。总是安尼的问题，就甲迄天早起，玛利亚去甲伊的学生，耶稣的学生讲：主已经搁活，我看见伊共款，互人无法度相信，共款互人会怀疑。
嘛共款，互人心情歹。是安怎主搁活的时是显现互玛利亚看，毋是互我。我毋是我的老师上疼的吗？是安怎？伊是显现互玛利亚看的。一个查某人，一个妇人人，一个有罪的人。遐尼重要的代志，是安怎是互伊来甲阮讲的？伊敢是耶稣的学生？对耶稣的学生来讲，就是阮12个，一个已经去吊头啊，剩阮11个是安怎？毋是互阮看见，是互一个妇人人。有的人会欢喜着跳。主真正照伊所讲的，搁我相信玛利亚所讲的。当这个念头伫耶稣的学生的心肝头内面，有安尼，有安尼，无共款，总是因竟然会当伫迄天的下暗11个无，敢是11个？咱后壁就知影。耶稣的学生听见玛利亚安尼讲，因迄天下暗聚集到伫耶稣吩咐玛利亚甲因讲的所在，聚集伫遐等耶稣来找因。相信玛利亚的人伫遐，听话的人伫遐，伫迄个附近的人嘛伫遐。是安怎安尼讲？因为咱有发现，到后壁的时阵，是遮的人看见主的显现了后，去甲多马讲，总是多马讲，若毋是我亲目睭看见，毋是我的镜头亲身来检验、检查，真正这个就是我的主，我毋信，我决断毋信。当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，他派了在坟墓前等候他的玛利亚去告诉他的学生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他要在加利利的地方去见他们。他要玛利亚告诉他的学生们聚集在一起等候他。这些学生，有的人因为相信耶稣说他会再活，所以他们聚集在那里。这些学生也有人因为只是习惯性的听话，就在那个地方；也有人是因为就在附近，所以就聚在一起，想要看看是不是他们的老师真的复活了，会来找他。我们很明显的知道，多马没有在里面。所以，当这些人在亲眼看见耶稣来到，说愿你们平安，我与你们同在，上帝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他们将这样子的消息告诉了当时不在他们当中的多马。可是多马说：“不，如果没有让我看见，没有让我的手摸到，我不相信，我绝对不相信，那个是我的老师，是我的主复我不信。”好，这是一个非常绝对的我不信。当别人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如何相信他呢？是因为那是事实，所以你相信，还是因为告诉你的人有信用，所以你相信，还是因为告诉你的人让你无法信任，你就不相信他？到底是哪一个会让你选择相信呢？选择接受？耶稣过活了后，头一摆的显现是迄天的暗暝，就是7日的头一天。刷落来，圣经的记载第2摆，就是多马甲因斗阵的时啊。多马甲因斗阵的时，耶稣多马的老师伫多马的面前，甲讲：“你来看我，你用你的手来检查，
是我。多马这个时检查了后，才讲：我的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！迄时伊才相信。多马在真的看见耶稣之后，他真的检查了，他才真的相信他的老师真的复活了。这个时候他才喊出来：我相信啊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主啊，我相信，真的，我的老师复活了。耶稣说：你看见了，你检查了才信吗？我告诉你，那个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。那个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。今仔的经文是安尼讲，总是伫其他的福音册内面，咱看见耶稣毋但是安尼对多马讲，耶稣嘛对伊的学生讲。这句话毋是对多马讲的。耶稣头一摆显现是伫地，伫伊欢呼的所在。这个欢呼的所在是伫因定定聚集的所在，就是因知的所在。耶稣的显现伫伊所竞选的人的中间。伫伊竞选的人的面头前，耶稣的显现伫群体内面。当这个群体内面有一个人无相信，有一个人无伫遐，耶稣的怜悯，耶稣的疼，为着多马，搁一摆来显现。总是即摆一8天了后，就是第2礼拜。8天，这个8天内面，有可能代表是安怎爱8天呢？有可能是因为多马无伫迄个附近，需要有8天的时间，才会搁甲其他人聚集。嘛有可能是因为上帝要互其他的人有侪的时间。去甲多马讲，主真正搁活，阮看见啊！迄天就是安那。主讲啥，阮安那做，阮搁安怎。这个8天的时间，为着要互多马相信伊其他的同伴所讲的话，总是当耶稣搁显现的时，伊甲多马讲的是：你来检查。所以表示多马迄时其实也袂信。8天的时间，才会其他的同学去甲讲主搁活，伊无要信。这个内面会有偌济人呢？有偌济人去甲讲，阮看见咱的老师。真正死搁活。伫讲的过程中间，多马讲：我决定毋信。迄可能毋是讲一摆尔，一个人去甲讲，伊就讲一摆；两个人去甲讲，伊就讲2摆。敢是每一个人拢会甲讲一摆，也是有个人听见你甲讲，伊无爱信，安尼我甲讲，伊嘛袂信啊。安尼我就毋免甲讲。咱毋知，总是用人性的想法。可能发生的状态，这些都会出现。当多马讲我决断毋信的时，身躯边其他的人，因看见这个事实的人，因要安怎面对多马的态度呢？因要安怎互多马来相信？咱的老师讲的话是真的啦。这个毋信内面代表2个，我对老师讲的话无相信。第2个就是你讲的我袂信，你讲的我毋信。对人毋信，对上帝毋信。
所以不是单单的不相信而已，而是我对于上帝不相信，因为没有神迹给我看，我就不相信。对人不相信，因为我不喜欢你，因为我讨厌你，因为我不相信你，因为我跟你不熟，所以你说的话我不相信。好，不管是对一个多马，都是唔是，一直到耶稣为着伊搁显现的时，唔是伫伊家己一个人的所在，嘛是同款伫群体斗阵的时，遮的学生拢总组织斗阵的是耶稣第二摆搁显现，一个都袂当落高，一个都袂当落高，这是主对伊的学生所讲的话，一个都不要漏掉。为什么？因为群体里面真的除了多马以外，其他的人在耶稣显现之前，听到玛利亚的话，他真的没有相信，他只是因为听话就去了，只是想要知道玛利亚讲的是真是假，所以他去了，不是真的相信原来耶稣所告诉他们的，老师所告诉他们的，我第3天会复活这件事，不是。所以在群体里面，耶稣必须再显现一次，而在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，耶稣责备他们的心硬以及不信。耶稣责备这的人，无相信的人，唔是多马一个尔。伫这个群体内面，无相信的，唔是多马一个人尔。所以耶稣爱搁一摆，甲这的人斗阵，伊伫这个时重新搁显现一摆，嘛照多马所需要的方式来互伊相信，互伊检查。总是耶稣责备其他的人有同款唔信的人讲，恁是安怎唔信的？伫马可福音16章14节到16节内面，耶稣对因显现，伊责备因唔信甲硬心，因为因无信看到耶稣国外的人甲因所讲的话。对遮，咱会当看见耶稣的责备是责备恁无相信我讲的话，总是甲恁定定斗阵的人所讲的话，恁竟然嘛无相信。安尼恁斗阵遐尼久，是伫做啥物？是安怎无互相信任咧？是安怎无互相接纳咧？是安怎遐尼久长的时间，3年久的时间，咱定定斗阵食饭，教训人，行神业，医治，互鬼对人的身躯来出来，互人得到头棒，得到医治，得到安慰。这个过程，这3年久的时间，是安怎？我派这个人，派玛利亚去讲的是，恁竟然无相信伊讲的话咧？嘛是对多马讲，是安怎？你其他的同伴甲你讲的是，你无相信伊所讲的话咧？我甲你讲的话，你无相信，我无责备恁，因为我所讲的本来就介歹相信，介难去相信。总是甲你生活斗阵的人，伊所讲的话，你拢无法度相信，你要相信啥物咧？而且恁遮的人，甲我斗阵的，拢是我拣选的，拢是我所爱的、所疼的，是安怎恁无法度彼此来相信？到遮，耶稣甲多马讲：“你是看见才相信。”你是看见迄个神业，所以你其实毋是相信我所拣选的这个群体，我所交代的，我所听的，你的其他的同伴所讲的话。迄个无看见就听见伊的话就相信的，有福气咯。
即句话翻译出来，其实是讲，你毋通继续诚做迄个无相信人讲话，看见事实的人所讲的话的人，你就爱相信，你就爱相信。也就是讲，讲话的人是照事实来讲的时，你爱相信，你嘛爱照伊所讲的来接受。就是你无认同伊，你毋捌伊，你甲伊无熟，总是你爱会记你一件代志，恁拢是我所拣选的，是我互恁斗阵做伙的。是我互恁斗阵做伙，恁就是无信你边仔的人，总是你爱相信是我甲恁扣斗阵，互恁斗阵生活，互恁去看见我所行的生业，嘛是我互恁有迄个权柄，会当去医治人，去赶鬼，是我。所以相信，同一间教会的人所讲的话，也是讲相信上帝所拣选的其他的伫主内面的，咱讲一家人，其他的兄弟姊妹的话，足重要的。讲的人嘛介重要，讲的人无法度证明的时，讲的人讲有信用的讲的时。伊单纯的讲的是，讲的人是毋是你大概讲的话，拢是真正的你才讲，也是你定定有当时会讲一点仔的白菜，也是有当时你着常常无爱讲你真正看见的，你的心思念头想要讲的话。人甲人中间的无相信，总是拢会讲，因为无够亲近，无够熟，因为我看伊就是安尼。总是伫遮，互咱看见耶稣伫鼓励、伫吩咐伊的学生爱做的是啥物？相信一件代志，你是我所拣选，扣斗阵，共同生活，共同学习，共同最信的人，你们是我所拣选，我所喜悦的，我所要交办事情的，我要你们一起生活的，你们是我所拣选的，我让你们有权柄去服侍、去工作、去安慰别人、去医治别人、去传福音。你们要相信的是我。而你们共同承接的任务是我交代你们的，你们就当彼此帮助。后壁迄段，主爱因去传什么？传福音。总是这个传福音进前，耶稣先互因受圣神啊，互因有迄个困难。主甲因讲，恁所赦免的，伫天顶嘛赦免；恁所留伊的罪，伫天顶伊的罪永远伫遐。亲爱兄弟，这句话是偌尔大的应允，你敢真正知影？当上帝讲，我互你有权柄，会当赦免人的罪，你是要用伊来赦免人的罪，还是要用伊来留迄个人的罪？伫上帝，伫主，一个就无想要无赦免，一个都无想要闹交，拢总想要救，拢总想要赦免。总是咱，敢有看见上帝互咱的即份，互咱的身份，互咱的责任，互咱的工作？互咱的服侍，咱敢真正知影，
有食的，咱应该去做的是啥物？耶稣讲：“我找恁，亲像爸有找我，亲像爸有找我，我嘛要找恁，找恁出去，找恁出去，讲我所交代恁的话，讲信就有活命。讲你甲我斗阵这3年久，恁的目睭所看见的，恁的手所做的，恁所经历的遐个新业，甲遐个教训，恁就甲遮的拢总去传。我靠，迄个你看袂着，总是已经互你的圣神去传，相信你所讲的，伊会信，因为我有互你这个权柄去做安尼代志。总是亲爱兄弟，若是咱家己无相信我是上帝所拣选，我嘛无相信你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我嘛无相信我今日有感动要去传福音的对象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我是要传啥物咧？我是要安怎讲咧？我若无相信上帝听我，我若无相信上帝听你，我是要安怎去甲别人讲？我甲其他的兄弟姊妹拢总听你咧，咱就无迄个立场，无迄个气力，嘛辜负上帝互咱的即份甲身份，以及权柄，传福音的权柄，互相相听的权柄，互相信任的权柄，才会拢伫领受圣神的时，的确咱的心爱相信，迄个是看袂到的啊，迄个毋是会当检查的。你的手无法度检查这个物件，总是咱若是无相信，无法度真正看见主伫咱的内面，伫咱的眼前，伫咱的中间。亲爱兄弟，你敢有相信？今日你会坐伫遮，你会伫西湖教会诚做其中的会员一个，你是祭司，你是长老，无论是现任的，也是已经卸任的。你敢有相信，当这个代志发生的是上帝的旨意？你敢有相信，上帝予你有一段的时间，会当来用这个身份，来用上帝所赏赐予你的圣神，迄个气力，会当去服侍？服侍上帝，服侍人，听上帝嘛听人。你敢有把握迄个时间，真正伫这个所在，上帝予你的家庭内面，这个大家庭内面，来彼此接纳、彼此相听嘛，互相斗阵去服侍这个地区其他的人。你敢有真正相信你边仔的人，甲你斗阵做礼拜遐尼侪年，你甲伊中间的关系，你就是甲伊无熟，伊嘛值得你相信，伊嘛值得你甲伊斗阵扶持，伊嘛会当对上帝遐互你安慰，伊嘛会当对上帝遐来得到气力来提醒你，应当爱知影的代志。你敢有相信？今仔日耶稣所问多马，你有相信无的是？这个相信，毋若是相信讲你敢有相信我所讲的话，是你有真正相信我，甲恁扣斗阵，我拣选，我爱恁互相相听。我爱恁受这个圣神，会当同齐做工，同齐互爸上帝得到荣耀无？若是无，迄个3年足可惜。耶稣所讲的、所勉励的是，迄个无看见的就相信的，相信这个过程，相信
即个事实的，即个人有福气。毋是戆戆仔信，毋是。即个戆戆仔信是真做对啥物人戆戆仔信？对上帝。你已经受洗啊！受洗之前，你用侪侪时间来接受、来决定，我要跟对主，我要相信天父是我的天父，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，我要相信圣神有互我开力。洗约的时、洗礼的时，我就安尼讲，我信。总是当主搁活了后，伫教会内面，逐个伫听候主搁来的这段时间，就是迄个8天，就是迄个8天。咱即马就是伫迄个8天内面，总是伫即个8天内面，咱有用偌济时间去甲多马讲，你就相信，因为我已经看见啊，我嘛滚地啊。你有用即个8天的时间，伫遐多壁讲。啊，多马都听伊的，拢无爱听伊，甲伊关系遐尔好，伊都无爱听伊的。我讲伊敢会听，无我莫讲好啊。即个8天，敢有侪侪嘛是嘿啦。我讲的话都是无人要相信啦。安尼主是安怎要交代我去讲咧？主有怜悯玛利亚，7日的头一天早起，伊互玛利亚看见。伊嘛知影玛利亚承受迄个无互人相信的迄个时间爱偌久，遮个人无法度相信伊的时间，会互玛利亚的心偌艰苦。迄暗，耶稣就显现了。耶稣体贴、怜悯每一个伊，就是伊的爸上帝，也是伊所创造的每一个人。伊知影每一个人的软弱，伊知影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伊知影总是伊嘛毋是一个一个安尼来到面前安慰，伊是伫群体内面，来建造。彼此来相信，这个相信毋是讲你相信我老师所讲的话就好，是恁爱互相彼此接纳、彼此相信，嘛互相扶持，安尼才有法度去做工啊！安尼才有法度去做工。耶稣是会责备人的，毋是骂。咱的心会硬，毋是骂。咱的心嘛会毋信，毋是骂，总是当咱伫上帝面头前，会当去甲上帝讲，甲咱的主讲，是，我就是多马共款，无检查，无看见，我就无法度信。求你赦免我的罪，互我会当对你所互我的圣神。会开力来完成你所交代我，爱去传福音，爱去互人相信，爱去彼此相听，互我会当有这个愿意的心，求你来帮助。这份有时间的限制。长老、执事、牧师，拢有一个阶段，有一个时间的限制，会当来服侍，来感受上帝所赏赐的快乐，这份会当诚侪新业。亲像圣经甲咱讲的，佫有侪新业无写伫遮，总是遮已经到额咯，遮已经到额咯，你。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吗？你相信你是上帝所拣选，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成做清气的人吗？
你相信耶稣的吩咐，讲恁就爱彼此相疼，是最高的代志吗？你敢有相信今日正做西欧教会一份子是上帝的意思？你敢有法度相信嘛？接受？伫西欧教会内面，每一个人拢爱彼此相疼，互相信任，彼此接纳。不管伊是负责人，是年岁小，是年长的，是甚物人？因为咱拢是上帝所拣选的。耶稣迄天安尼甲伊的学生讲：今仔日早起，咱的爸、咱的主嘛伫遮，安尼来甲咱讲，来甲咱提醒。你相信西湖教会是上帝要给你的属灵的家吗？你相信上帝拣选你来这里，在这个家庭里面是要来爱人与被爱的吗？还是你只为了其中一个人来，只是因为有一个人对你很好，所以你就来？当这个人如果不在这里了，你就不再来了吗？还是有一个人让你不喜欢，你就不再来了？你要因为这样子放弃上帝要给你的属灵的家吗？如果这样，那么上帝所拣选的你，将来要给你的福气，你要如何把握得住呢？今日早起，我伫楼骹拄着尹泉兄，我有甲讲，我到5月底。伊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牧师，你无伫遮，我以后拢袂来啊。亲爱兄弟，若是今仔日牧师带入来的人，是咱伫兄弟内面中间本来就伫遮的人，本来就应该伫遮的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敢会当因为牧师一个人留落来，也是离开，就离开这个教会，离开这个所在，也是继续留落来。若是咱拢爱用安尼的角度，安尼咱的主伫对咧，咱的主4个我，咱的主甲咱过去斗阵迄个时间，咱敢真正有迄个体会？咱的性命敢真正是真的活的，会当去传福音，互人相信上帝是疼的？咱敢真正会当安尼来做见证的？中职的即份有时间的限定，牧师、传道师嘛是同款。伫即个过程，不管时间有偌济，咱拢总爱相信一件代志：耶稣毋若4个我，耶稣4个我，无影响伊是上帝的囝，总是对咱来讲，咱相信即件代志了后，咱互上帝拣选伫伊所互咱的家庭内面的即个时间内面，上帝一个都无想要互咱落交啊！当牧师离开了后，伊会当继续来遮无？就是亲爱的兄弟，恁的责任，因为上帝甲伊甲恁扣斗阵，毋是因为牧师伫遮，毋是因为伊感受到牧师的疼，伊才来。当牧师离开了后，伊感觉无人疼伊啊，伊袂来啊。安尼是上失望、上伤心的是咱的主，因为即个家庭内面每一个上帝都无想要落交啊。毋通因为任何一个人离开上帝所互你的家庭，嘛毋好因为任何一个人来选择我要留伫遮。因为你若是为着人留落来离开，你去到倒拢共款的拄着共款的代志，总是上帝互你的家庭，互你会当享受兄弟姊妹疼的所在。今仔日就是伫遮，这几年就是伫遮。过去是安尼，即马是安尼，未来嘛是要安尼。
亲爱兄弟，不管安怎发生什么代志，毋通离开上帝互咱的家庭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你敢有相信？你敢有相信？今日早起伊来，毋是我敲电话叫伊来，伊甲我讲有人敲电话叫伊爱来，我到即摆阁毋知影是啥物人敲电话互伊。总是我要讲，你做了真好，因为你真正有家己当做这个家庭的一份子，你做了真好。继续落去，这是上帝爱咱所做的。以后不管是对一个人徛伫这个所在，爱相信，迄是上帝的旨意。爱相信，伊所讲的公道是对伊伫准备的是上帝所予伊的启示。因为若是有任何一个人徛伫讲台顶面，照家己的私欲黑白讲、黑白传，上帝的确修理，因为这个是伊的工人，是伊的奴仆，是伊号调来的。亲爱兄弟，你就爱相信这件代志。牧师、传道师是上帝所拣选的工人，伊的确爱对上帝来负责任，毋是对人来负责任，是对上帝。咱就爱相信，徛这个讲台的，无论是甚物人，当你无法度相信的时阵，转来到主的面头前，亲像耶稣显现伫伊的学生的面头前共款，你会当甲讲，互我来检查。我相信主会互你检查到事实，总是主讲，迄个无看见就相信的，有福气咯。因为咱所相信的毋是这个人啊，咱所相信的是咱的主，咱所相信的是救赎我死搁活的主。咱同齐额头来祈祷。欢迎阿爸爸上帝，我们天上的父亲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拣选我们成为彼此相爱，领受你的恩典与爱，并且得着圣灵的能力，有权柄去赦罪，有权柄去传扬。你让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。我们要为了这件事情来感谢，我们也要继续走在这条路上，即便我们的脚软弱，即便我们的心常常动摇，都恳求在我们里面的你，在我们当中的你，继续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也带领我们往前走。让我们每一个步伐都是你所喜悦的，也都是肯定的。让我们有更多更多从你那里来的爱，来彼此相爱，来彼此接纳，多到可以分给这附近所有的居民，住在我们旁边的人，住在我们楼上楼下的人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我的主的样式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144首。圣诗第144首，我心顿我是阮宝座，我心顿我是阮宝座，主必听我祈祷，谦卑趴拜伫你脚前，心情稳定安宁。圣诗第144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
面我来报告，请大家先开手法。报告事项，第一项，咱下主日要来举行圣餐礼拜，请诚济礼拜心，甲厝同齐着来领受主的恩典。第二项，4月23日拜六的上午，咱有教会小会讨论牧师利任的相关事宜。咱即个主日礼拜后要调开中执会，请咱的中执同工来礼拜时间来参与会议。第三点，4月13小会接纳牧师为着要照顾父母来请示，利任的2月、5月31日，咱周间的聚会咱也陆续暂停。咱迄个有关迄个语言甲教材的消息，咱就请大家家己来看。咱来看周报作品的趣味活动。咱的主日礼拜是上午的10点，咱的圣歌队练唱伫主日上午的8点45分。咱拜四姊妹3点分，中会4月28日咧分享路加福音第7章。拜五的3点祈祷会目前暂停。
咱来看圣经的时候，今日咧思念是谢文节，领唱是牛长乐，思献是民兵执事甲唱的执事，交代是黑庄兄甲文阳兄，咱插花是牛长乐，清扫是按经济，咱下手的讲道是咱的牧师，司会是唱的执事，司琴是谢文节，领唱是吴阳兄，司献是玉洁执事甲我本人。交代是按经济甲徐文节，插花是唱的节，清扫是刘兰姐，咱爱参目前拢暂停。咱顶周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，请大家家己来看。也有出入咱咱的会计也是出来提出评价。咱即摆来看周报的第3页，本周的金句。我甲咱三甲做会员，3种版本各读一摆，最后拍来读。迄个竞赛的名，请各我为着这个最关键，上帝所赐福互咱伊个人的信心也最关键。万事在见证上帝赐福互伊个人的信心也最关键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赐福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使徒行传第5章32节，咱大家互相来请安，平安，平安，平安。咱下面迄个大教士们甲保祥报给咱甲老师。我们在礼拜之前，梁长老已经有欢迎我们的林贤兄来到我们当中哦。我们要继续让他每个礼拜有机会都来，如果能够去载他就载他，不能的至少打个电话邀请他啊。那我们还是爷爷很高兴看到你跟我们一起在这边
天父上帝，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你所给予我们的家庭西鲁教会，来一起在你的面前祷告。主，我们要为我们彼此在你的面前成为弟兄姐妹来感谢，在有限的时间里面，我们能够一起服侍，一起生活，这是你极大的恩典。让我们看见彼此之间的不同，也看见彼此之间相同的兴趣、相同的喜好，也让我们更多的去体会你给我们的爱是公平的，你给我们的爱足以多到让我们彼此相爱之外，还能够去爱其他没有相信的人。主，我们要为众教会在你的选择，在你的拣选里面，目前有担任职分的同工来祷告，也为众教会在台湾，在全世界，他们正在进行你所交付的任务来恳求。主，求你加添他们力量，让他们能够走这一条服事的路上，无论遇到多少的难题，多少的困境，都能够相信你与他们同在，是你所拣选的，你将给他们力量去战胜这一切，并且将你的福音、你的救赎、你的爱、你的恩典临到你所要救的每一个人身上。主，我们也为了那些在苦难当中，在战争里面失去生命的家庭来恳求，求你安慰他们的心，让他们能够找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，也支持他们，给他们力量，能够继续活着，让身边的人比他们的境遇更好一点的人，能够伸出援手，帮助他们，保护他们，犹如家人一样，让每一个活在这个世界的人都不觉得孤单寂寞，都不觉得被你丢弃。主，这是你要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努力。当我们不够的时候，求你给我们力量。我们也为了武汉肺炎所带来的影响来求你，求你挪去这个在我们当中的苦难以及恐惧，让我们带着你所赐予的平安及喜乐，度过每一天每一个时刻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大家做伙来吟圣诗第388首，荣光归圣的上帝，荣光归圣的上帝，荣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，早伫个，现在伫个，将来也永远伫个，无穷无尽。阿们。请大家起立来吟。你们受安慰，得着圣灵同在的心，在主耶稣基督所赐予的平安里，给你们足够的力量，去传扬
信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爱能够得着满足，这样子的福音，让你们成为做见证的那一个，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